我哋今日將會講有效數字。咁一個數當中重要嘅數字就稱之為有效數字。咁喺一個整數當中，所有嘅非零數字都係有效數字，而所有位於非零數字之間嘅零，亦都係有效數字。咁我想問大家，六百八十三有幾多位有效數字呢？咁喺呢個數當中，所有嘅非零數字都係有效數字。咁683呢三位數字都係非零數字，所以答案係有3位有效數字。咁6083又有幾多位有效數字呢？咁我哋可以知道，所有位於非零數字之間嘅零，亦都係有效數字。咁即係話，位於6同8呢兩個非零數字之間嘅零，亦都係有效數字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答案係4位有效數字。咁6830又有幾多位有效數字呢？我哋可以知道，位於非零數字之間嘅零係有效數字，但係結尾嘅零並唔係位於非零數字之間嘅喎，所以佢不屬於有效數字，所以我哋嘅答案依然係3。咁68300又有幾多位有效數字呢？我哋可以知道後邊呢兩個零並唔係位於兩個非零數字之間嘅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呢兩個零並唔係有效數字，所以答案依然都係3。咁同樣683000都係一樣啦，後邊呢3個零都唔係有效數字，所以我哋嘅答案依然都係3。咁6083呢，我哋可以知道呢兩個零係位於兩個非零數字之間㗎，所以呢兩個零都係屬於有效數字，所以我哋嘅答案係5位有效數字。咁68803呢，咁呢兩個零都係位於有效數字之間㗎，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呢兩個零都係有效數字，所以我哋嘅答案都係5㗎。